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香港巡理差會直播室。咁今日我哋就有一個好特別嘅環節喎。最近有唔少弟兄姊妹就問及我哋關於NetworkGo網絡跑嘅一啲資料，佢哋想知多啲。咁所以我哋今日就特設咗一個 Q&A 嘅時間啦。咁第一題佢哋想問嘅係，佢哋想了解清楚多啲關於 NetworkGo 跑行籌款嘅開始同埋結束日期。咁NetworkGo 跑行籌款嘅開始日期係6月1號，而結束日期就係7月31號嘅。參加者報咗名之後就會收到大會郵寄嘅一個贊助表俾你啦。而大家記得留意喎，呢一個活動嘅報名最遲報名日期就係7月17號啦。如果遲過7月17號大家就報唔到名㗎啦。所以大家要快啲報名啦。有人話知道呢個活動可以由個人啦或者小組形式參與嘅喎。Emily， 你可唔可以講清楚俾佢聽下？可以啊。嗱，其實真係嘅，呢個活動係可以以個人或者小組形式參與。不過無論你係以個人或者小組形式參與你都可以選擇步行10公里啦、18公里啦或者40公里作為你嘅目標里數嘅。咁如果你係個人參賽者嘅話你哋嗰個目標籌款金額就係500蚊或者以上。如果你係小組形式參與咁你就可以有2個選擇嘅。2至4人小組嘅目標籌款金額係1500蚊或者以上，而5至10人小組你嘅目標籌款金額就係3000蚊或者以上啦。咦，而且小組嗰個步行里數仲可以由小組組員一齊去分擔嘅喎。即係話一個4人嘅小組，如果佢哋報咗40公里嘅賽事啦，咁就可以每人行10公里就可以已經完成目標㗎啦。所以都好彈性㗎。冇錯啊。另外我又有人問我哋喎，如果佢報咗10公里嘅項目啦，佢行多咗超過10公里，咁仲使唔使又要再報名啊？唔使。咁其實佢哋只需要累積咗佢哋嗰個里數啦，喺7月31號或者之前上傳去我哋聯賽記錄通知嗰個 Google Form， 咁就 OK 㗎啦。原來咁嘅。有啲人想知道喎，究竟我哋點樣去計算步行里數呢？係咁，其實都好簡單嘅。參加者用任何去計算步行公里嘅 Apps 啦，去記錄佢行咗幾多公里，然後就截圖去保留。最緊要係要顯示到嗰個日期啦，同埋佢所行嘅公里啦。咁都好簡單。冇錯啊。有弟兄姊妹又問喎，點樣去處理佢哋所籌得翻嚟嗰個款項啊？其實好簡單嘅，請大家將所有嘅籌款嘅金額啦，就存入我哋差會喺香港匯豐銀行嘅戶口，又或者用轉數快嘅形式存入呢個戶口。咁但係最緊要大家一定要記住嘅就係存咗入去之後你哋要保留入數嘅收據，或者係轉數快嘅截圖，咁就得㗎啦。咁都唔係好難處理喎。我想問下因為其實都幾多人想知道清楚一啲關於點樣上傳我哋所有嘅資料。係啦，當參加者完晒佢嘅步行里數之後喺14日之內就將所有資料去上傳我哋大會指定嘅一個叫聯賽記錄通知嘅 Google Form 裏邊嘅。咁而小組參加者係由小組聯絡人啦，或者指派其中一位組員，佢就收集晒小組組員裏邊嘅資料啦，就一次過上傳啊！嗱，大家又要記得咯喎，盡量係一次過上載晒所有嘅記錄啦，因為你不停咁樣上傳嘅時候有機會會遺失噶嘛。咁我再提大家，有3項資料你需要上傳嘅喎。第一項就係你個籌款嗰個款項啦，嗰個入數紙啦，或者你用轉數快嗰個截圖。第二樣嘢就係你步行記錄嗰個Apps 裏邊嗰個截圖啦，最緊要就顯示到日期啦，同埋你嘅步行里數嘅喎。第3樣嘢就係你籌款表格啦，你可以影咗相成為一個圖片，或者 scan 佢一個PDF 嘅 file 去上傳嘅。嗱，咁提一提大家，呢個計劃最後嘅完成日期就係7月31號，咁所以即係話你哋需要喺最遲8月14號或者之前要將所有資料上傳好。咁大家記得咯喎。記得啦。咦，咁我嗰張籌款表格嘅正本咁又點樣處理啊？好簡單，
因為咧當你收到嗰個籌款表格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附咗回郵信封㗎啦。咁所以大家咧籌完款填好晒資料之後咧，請你哋用翻大會俾你哋嗰個回郵信封寄翻嚟差會就得㗎啦。咁我明白晒啦。咦，聽聞呢個活動咧有好多唔同嘅獎項㗎喎。可唔可以講下俾我聽有啲咩獎項先？嗱，我哋大會咧開設咗咧有唔同嘅獎項啦，其中咧係有個人籌款最高金額同埋小組籌款最高金額咧各3名嘅。咁咧另外就係我哋有個人步行最高里數咧3名，小組咧有分2至4人小組步行里數最高3名，同埋咧5至10人小組步行里數最高3名嘅。咁咧獎品豐富，有啲咧係運動相關嘅產品，亦都有啲咧係由柬埔寨空運過嚟嘅特色獎品。哇！聽落去真係好多獎喎，咁啊大家唔好錯失機會啦。我想問下啦，其實我們好多人都關心嘅，如果我報咗40K，咁係咪代表完成40K，我就可以得到咧最高嗰個嘅即係步數咧，即係最高里數嗰個獎項咧？嗱，可能真係未必得嘅喎。點解咧？因為咧40K 咧只係我哋俾參加者一個嘅目標里數嘅啫。其實咧，我哋係更加鼓勵參加者咧係完成40K 之後咧繼續去行嘅。咁所以咧，當佢哋咧一路行完之後咧，我哋就會以佢上載最後嗰個里數咧為準嘅。即係話咧所以咧我哋有估計咧完成最高里數嗰個獎項咧，分分鐘係40K 嘅10倍添啊！即係400K 可能都唔止㗎，真係有可能。唔錯啦。咦？咁我想知究竟幾時會頒獎先？嗱，頒獎咧會喺8月中至到8月底舉行，仲會可能係你意想不到嘅形式出現添。哇嚇！咁神秘啊！大家咁要留意下啦，係啦。咦？仲想問下，如果我哋有其他查詢，可以聯絡啲咩單位咧？嗱，咁啊可以聯絡翻我哋差會啦，我哋嘅電話咧係7419020，大家咧可以打嚟咧去查詢任何嘅問題嘅。嗱，今日我哋咧直播室完結之前咧，想同大家做一啲預告。嚟緊咧，我哋由下一次開始嘅直播室咧，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嘅驚喜俾大家。咁究竟有啲咩驚喜咧？大家要期待一下。嗱，大家俾大家睇下少少驚喜先，就係呢啲由柬埔寨空運到港嘅一啲驚喜啊嚇！希望大家咧可以密切留意我哋下一次啦。請大家留意啦。好啦，拜拜。